气质跟台湾原住民还蛮像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还忘记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署命，我来自台东阿美族。我这边的东西都放大。好低哦！我的那个 live house 的这个表演人生，其实是从认识署命跟杨明开始的。那应该是06年的时候吧？对，06年。对，06年的时候。不止哎，05年。05年。哇！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我还国中的时候。对，然后我就经过他的国中，弟弟要不要来玩？以前还在国小吧。好，那个开始其实是非常的胡闹的，就是那时候跟署命合作一些配乐的工作，然后署命想要去春娜玩，但是因为没有门票，又不想要花钱，他就说那我们去报报看春娜好了。然后把我们乱做那些配乐，真毫不相干，他们继续那个春娜主办单位，他们还说 OK， 然后还上了，没有一首歌可以表演，因为都是配乐，就是乱唱一通这样，然后编的都是什么弦乐啊，乱七八糟。然后他说，我们上了也可以去春娜，他说有没有一种闯祸的感觉？就准备了5首歌，都没有歌词，然后就去春娜。对，但是这个开始也还蛮不得了，后来署命就发了2张唱片，对，好，所以一切都从胡闹开始的。好，那我就今天那个是啊，玉祥你也来参加胡闹的一团。反正玉祥从现在推算到现在，也不过才国中，很有热情的。那我们准备了那个，我们可以嘛？我们就唱一首老歌嘛，哎。就是那一年胡闹的开始的一首歌，我帮自己介绍一下这首歌。当然这首歌《过生活》。有伤心头，爱看看我笑也没有变过，快乐的过生活。嘿，好久不见喽，我的朋友，想你想了好久，想说什么？好想回到从前时候，我听不来忧伤心动，小小的承诺也忘记过，傻傻的过生活，过生活，过生活。你要对那些生活，想要。讨厌工作难做，赚钱。
到，小小的承诺也没忘记过，快乐的过生活，过生活，过生活，过生活。我们没有练过团，第一次这样子。多久了？你哪有第一次这样？以前跟你一起表演的时候，很多歌都是今天表演前，然后就说，那我们今天来做那个。而且我们第一次表演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歌的数量不足，然后我们在台下还在等的时候，署名就拿了一张纸出来写了一个扣，说，不然等会我吹笛子，你弹吉他。因为他凑足6首歌，然后就写扣，让我可以在那边练习。然后上台，人生第一次那个上春娜的舞台，就拿一张字条，字很小，在地上。其他背带的高度是以他为主，那你也看得出来我体型大一些，让其他跑这里。我唱吉他，进行我人生第一次 live 的演出。好，那。之前就是其实还有一起跟爸爸伴桌一起合作表演的一首这个，欢迎爸爸，对，爸爸，爸爸，好久不见嘞！谢谢。麦克风在地上。我知道。真的，你没怎么变呢？没变呢，稍微头发少了一点。是，我很久。